知唔知5星級酒店嘅羽絨枕點解咁好瞓？入面用咩料？答案就係羽絨做嘅，而且5星級酒店啲枕頭特別大，碌來碌去特別舒服。想做出一個好嘅羽絨枕，羽絨份量一定要足，好似冬天羽絨被咁夠料。羽絨太少枕頭會好扁，冇承托力；羽絨多就偏硬，太少又易扁。想揾到軟硬適中真唔容易。女士偏愛軟枕，男士中意夠承托力，仲中意冷枕。酒店一般放4指枕頭，前面2個軟，後面2個比較硬，瞓落好舒服。因為屋企枕頭偏細，冇酒店枕頭咁大，自然冇酒店枕頭瞓得咁舒服。我哋平時瞓覺有昂睡同埋側睡，昂睡適合矮日啲嘅枕頭，側睡就要厚啲，承托力高啲先得。暫時香港仲未有專門賣枕頭嘅地方，可以做到同一款枕頭有唔同高度揀。但我知道有一間做足30年嘅老牌店鋪，大家有興趣想知邊間，不妨嚟問下我。